来关心天气哦，受到西南风影响，未来这几天哦，全台湾的山区会落西北雨，中南部地区哦会落大雨，其他的所在哦水气较少，各地温度是拢会真高哦，会升到35度的左右，已经是热人的天气咯。连续假期结束，拜二透早北部好天气，中南部落雨乌阴天。气象署表示，目前台湾受北部海面的风面、东南部太平洋高压以及透西南风的影响，拜六进前的天气，北部地区水气少，气温高；中南部地区受西南风影响，较会有云系形成，造成落雨。苗栗以南以及各地山区要注意过头的西北雨，也是汹汹落大雨。所以今天到星期六这段时间，中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甚至北边到苗栗，都可能断断续续有下短暂性的阵雨或雷雨，而且它各地中午以后会午后的对流云系发展，所以中午以后在各地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地区，就可能会有午后阵雨。另外，因为5层雨系统已经行去Okinawa、台湾北部外海以及中国南部，未来10天方面嘛，拢会是离台湾较远的所在，所以，就气象专家指出，照安尼状况会当讲台湾的5层雨季已经正式结束。咱为6月初8、初9了后，这个梅雨系统已经走去Okinawa甲中国的南边。咱这个电脑预测未来10天，这个风面系统嘛差不多拢伫中国的南部甲Okinawa这附近啦。所以咱若讲看这两个这个资料按结做伙来看算讲咱的这个梅雨应该是伫6月初8、初9就结束啦。温度方面，过去几天已经明显变热。气象署讲，拜六进前各地预时拢会超过30度，西北部甲东南部地区甚至会来到35度左右。另外，拜三甲拜六台东会有机会发生小风，民众要加注意。记者柯川、柯明哲台北报道。